又到學堂時間啦喎！今次我哋仍然係採用回答一啲朋友嘅問題呢個模式。事不宜遲，第一條，慳唔慳油咧？呢個係題外話嚟，我覺得跳波轉波呢一個咁樣嘅做法，本身 O 唔 OK 先嚇？其實係非常之 OK 嘅，因為其實波箱嘅設立咧，純粹就係為咗補足發動機嗰個動力嘅特性啊，即係佢低轉就冇力啦嚇，高轉先至有力。有啲時候發力嘅時候咧，架車個轉數係好低嘅，係冇力嘅。於是乎我要轉一個低波，係令到 engine 個轉速提高咧，去到佢嘅發力區，咁啊可以用力咯。又或者我已經去到我好順暢啦，我唔需要動力乜滯嘅，咁我就用一個高啲嘅波啊，咁啊將個 engine 嘅速度咧帶翻去低啲。咁啊，等佢 engine 唔使咁辛苦做嘢啦，可以慳啲油。咁成個波箱就為咗配合一個 engine 嘅特性啦。咁轉波嗰個順序係咪真係好似師傅教我哋咁啊？一成不變，1、2、3、4、5、6、5、4、3、2、1，係咪咁樣嘅咧？其實當你已經有一定經驗嘅時候咧，唔係咁一成不變嘅，你係可以好靈活嘅，因為馬路本來就係千變萬化。譬如你行得好地地，咁你可以用個4波喺路上高好順暢咁行。點知有個人咧，佢好唔禮貌嘅，佢突然間好 sharp cut 你，咁令到你咧你要緊急剎車，你一揼到個車好慢，咁你唔通仲係4、3、2、1咩？你架車都慢到好交關，你可能4波嗰個時候你要轉翻個2波，先至配合翻嗰個速度啊嘛。又或者譬如你行得好順暢嘅，用一個高波喺度巡航緊啊，又係突然之間你需要發力。我舉一個例子啊，大家記唔記得《頭文字 D》裏面有一幕咧，我自己最中意㗎啦，我諗大家都有印象，就係拓海有一晚喺秋名山嗰度咧 cruising 啊，都唔算太慢啦嚇。當時佢用咗5波係行緊5000轉，突然之間後邊有盞燈撐佢喎啊，咁佢就諗一諗係咪俾人過咧？半夜3更，跟住咧你知咧後生仔啊，佢前一晚咧又比賽完，腎上腺素咧仲喺度工作緊。佢忍唔住啊，於是乎咧，佢即刻由5波拍落個3波度 ，engine 嘅轉數咧由5000轉跳到上去8000轉。但係因為佢部 engine 咧上限係12000轉，所以佢仲有4000轉嘅 room 咧係可以發力。咁好可惜咧，嗰次佢盡晒力，佢都輸咗啊！因為嗰個係佢爸爸係揸架 GC8 STI， 咁啊都輸得有價值啦。咁但係呢個例子咧就係説明咗。如果你想突然之間要部 engine 發力咧，其實你真係適當地要落2個波喎。究竟我咩時候落2個波，咩時候只可以落1個波咧？其實就好睇第一，你嗰部 engine 嗰個工作範圍有幾多？即係譬如你而家已經係6000轉啦，如果嗰部係普通嘅機器嚟嘅，唔係拓海嗰部超級機器嘅話咧，你已經係5、6000轉，你一落咗個波8000轉，你嘅 engine 咧已經係唔識行喎，或者爆咗計啦。咁所以咧，你一定要知道你嗰部 engine 個工作嘅範圍係幾多啊？最好力喺邊段，同埋最高轉數去到幾多，低過幾多就冇力。你一定要知道呢樣嘢。第二，你就要知道波箱裏邊每一個波檔咧，其實佢個 gear ratio 個相距係幾多啊？你揸車多，你知道1波轉2波，我轉數冧咗幾多係嘛？或者4波轉3波，我個轉數會提升幾多啦？譬如我呢一度手頭上咧就有一個 AE86嘅波箱嘅比例，咁呢個係 OEM 原裝車嘅。其實網上都有好多嗰啲咁樣嘅賽車版本啊 ，close ratio 啊。咁我覺得拓海嗰個應該唔係 close ratio 嘅，因為賽車版嘅 close ratio 咧，佢1波冚唪唥2點幾啊，2點幾咧，如果行街咧就應該有啲困難。咁所以咧，我仍然相信拓海係用翻原裝嘅波箱，因為佢1波係3.58，咁所以咧就係合理啲嘅。你留意到咧1同2之間嘅比例咧，如果 upshift 咧，佢就要打個0.56折嘅，即係話如果你係4000轉住波轉完之後得翻2000幾轉啊，如此類推咧。嗱，我哋見到咧4波同埋5波之間個關係咧就係0.86。如果 upshift 嘅話，如果 downshift 嘅話，即係5轉4咧個轉數咧係轉高咗1.16倍㗎。咁而個3波咧同4波之間個關係咧，如果 upshift 咧就係0.72啦，如果 downshift 咧就係1.38啦。所以咧，如果你連轉2個波咧，你就要將呢2個 ratio 乘埋佢啦。咁因此咧，我哋見到拓海咧由5轉3咧，佢嘅 engine 嘅轉數咧係由5000轉上到8000幾嘅。個原因咧就因為佢要將1.16乘翻1.38，跟住再乘翻原本嘅5000轉，所以就嘣一聲上咗8000轉。如果你對自己
揸嗰個車嗰幾個波檔個比例係清楚嘅話，又知道自己嘅車嗰個轉速範圍最多係幾多，最有力係邊一段，咁咧你係任何時刻你係選取你自己喜歡嗰個波入落去，係根本上唔需要話1、2、3、4、4、3、2、1咁樣做法咧，唔單止係得到該慳油嘅時候你可以慳到油，而該發揮動力嘅時候你可以發揮到動力。事實上先進嘅自動波啦，你睇下 Benz 嗰啲9前速啊，佢都唔會同你98765咁樣嘅啦，佢嘣一聲就可能9波轉咗5波啊，佢就係知道邊一個波檔係適合嗰個速度同埋適合個駕駛者而家想要嘅動態，佢就砰一聲轉咗去嗰度。簡單嚟講咧，其實跳波轉波咧，其實唔係咩問題嚟嘅，係一個經驗同埋技術嘅表現嚟嘅。之咁你考牌千祈唔好咁做啊！有啲朋友就話咧，賽車咧就好少見到人哋跳波轉，一定要係咁樣順序落啊！應該咁講。係唔係賽車嘅人係絕對冇跳波轉咧？我喺 Best Motoring 裏邊咧見過統屋貴士咧，好多時喺啲急嘅話咧，佢都係4轉2嘅，都係有嘅。咁但係嗰啲 Best Motoring 嘅可能係表演賽嚟啫，唔係真係比賽嘅。真係比賽咧，可能大家都係唔夠膽做一啲咁冒險嘅嘢。個原因係點解咧？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係佢個波箱本身就係 sequential 嘅。推推拉拉係規定咗你4、3、2、1嘅嘛。第二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正常咁喺度比賽，你想快咧，其實係應該用一條好嘅線啊，一個順暢嘅動作啊，同埋唔想喺比賽嘅過程裏邊咧，你犯咗一啲不必要嘅錯誤啊。譬如你轉波，你轉咗2個波，但係咧同數壓頂唔順啊，夾一夾啊，你可能嘥咗0點幾秒。咁所以咧仍然係用一個最順暢、最穩陣嘅方法咁樣去轉啦。但係如果係埋身肉搏嘅時候，俾人閘一閘個速度，突然之間係降低咗好多嘅話咧，咁你如果急停咁樣，你即刻轉一個波，其實係冇用嘅。嗰個時候咧，應該用一個波檔咧去跟翻嗰個速度嘅。咁所以你話賽車，我哋好多時候見到啲車手都係順住咁轉咧，就係佢係順暢嘅環境之下做一個最少風險、最順暢嘅動作咧，佢當然係咁樣做啦。我為咗呢個問題咧，我都諗咗一輪，我又查過下相關嘅法例咧，我係查唔到一條好清楚嘅條文。但係咧，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我哋作為一個合格良好嘅司機咧，尤其是上到法庭啊，即係出咗意外啊，去上到法庭嘅時候咧，法官就用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你究竟係咪一個好嘅、一個合格嘅良好負責任嘅司機咧？你就應該時時刻刻咧去想辦法，去避免一啲擾亂你駕駛、影響你駕駛嘅一啲因素，尤其是嗰盞燈喺你個控制範圍之下嘅開關嘛，即係所以有盞燈喺度，你唔可以話自己唔關事噶嘛。咁的而且確夜晚黑開盞房燈咧，個燈光咧係會有啲咁樣嘅，令到你個玻璃有啲反光啊，係降低咗你對外邊嘅視野。咁呢個係一個唔好嘅習慣嚟嘅，我哋應該盡量避免啊。如果出咗事嘅話，咁啱又俾人哋知道你開咗嗰盞燈嘅話咧，可能咧就引起不必要嘅麻煩啦。呢個問題咧個歷史問題嚟嘅，好耐之前咧的而且確係咁樣嘅。棍波啊唔使講啦，即係慳油啲噶嘛嚇，自動波就會嘥油啲嘅。如果你講翻最早期嘅自動波咧，係更加嘥油到不得了，因為最早期嘅自動波咧係冇 torque converter 嘅。torque converter 而家我哋裏邊有一個增加扭力嘅一個 stator 喺度啦。最早期係冇嘅，最早期咧就係靠兩邊一個叫做fluid coupling 嘅啫。即係1940幾年、5幾年嘅時候，嗰啲自動波係咁樣嘅。咁後來發覺個效率實在太低啦，於是乎咧就加咗個 torque converter，令到佢起步嘅時候咧個扭力好好多。咁咧就個效率亦都係好啲。但係始終咧，你都係靠啲液壓嘅東西咧去傳動力出嚟咧，中間係會有啲能量嘅損失。因此幾十年嚟咧，自動波都好似係油耗係高過手波嘅。咁啊，以前冇所謂啦，而啲油平啊嘛。咁後來慢慢啲人注意呢樣嘢嘅時候咧，就有好多改善啊。包括咧波箱咧行起咗之後咧，個 torque converter 馬上 lock up，一 lock up 咗之後咧，就好似極力子一樣咯。你極力子接合咗之後，基本上係冇咩能量上嘅損失。咁另外就係喂，咁自動波我有啲油壓嘅油泵啊，嗰啲蛙佬啊，會有呢啲咁樣嘅能量上嘅損失，係咪咧？係真係有嘅，但係咁樣講。你睇翻個 gear ratio 咧，
自動波，因為我哋有個 torque converter 幫佢手起步咧，所以佢成個 gear ratio 嗰個比例咧都係快過棍波嘅。因為棍波我如果個比例太高咧，我起步都起唔到啊嘛。咁所以我個棍波嗰個一波一定要做到咁低。當我一波一定做到咁低嘅時候咧，我想去到後邊快咧，咁我一係就好闊啦，做到嗰個 gear ratio，咁你闊就好難揸嘅。一係我就加多幾隻牙啦，加多幾隻牙咧，亦都係會重咗，係難揸咗。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加多幾隻牙咧，有時超過咗人咧，因為我哋有一個叫做 span of control， 即係人個思維咧，其實有個限制嘅。你如果整得太複雜咧，人個腦係跟唔上嘅。咁所以咧都係5波6波啊，極其量去到7波咁樣都夠啦。你得個6個波7個波，如果我個比例範圍做到係好闊嘅話，我有個好低嘅一波，有個好高嘅 top gear， 我係唔夠分嘅。自動波就唔同啦，因為我有個 torque converter 啊嘛，torque converter 咧要幫助嘅時候咧，佢個扭力可以增加2-3倍嘅。雖然係一瞬間，雖然係好嘥油，但一陣間啫嘛。咁於是佢嘅一波可以做得好高嘅。咁然之後有咗個高嘅一波之後咧，以後嗰啲2、3、4、5、6、7咧就可以密啲啦。因此咧，今時今日嘅自動波咧，其實係唔係想象中咁嘥油嘅。有時棍波因為受到嗰個 gear ratio 嘅限制咧，想慳油咧都慳唔到大家想象中咁高嘅。仲有一點就係你揸自動波咧，如果你識得利用嗰個向前流嗰個功能咧，當我唔需要俾力架車係巡航 cruising 嘅時候，我收咗油咧，架車就一路向前流，咁就會好慳油嘅。有啲車廠咧懂得利用呢個原理啊，佢就係當你收油嘅時候咧，佢係會完全係冇俾 gear 俾你嘅，等你係咁瀡嘅。咁有啲車係有呢個功能，但係唔係架車有。配合咗呢個功能之後，或者你冇呢個功能，你配合呢個技術之後咧，其實棍波同自動波嗰個油耗咧就已經唔係話一定係棍波係一定會慳油過自動波，唔係㗎啦。尤其是你如果成日行高速公路咧，因為棍波嗰個 gear ratio 佢限制咗。如果大家都揸過自動波同埋棍波車，你就會明㗎啦。我同樣有速度，譬如去到120公里啦，棍波車嗰個 engine 轉速咧係會高過自動波嘅。個原因就係個 gear ratio 限制咗。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咧，去到經常行高速公路咧，棍波車反而係油會多咗添。咁所以就唔一定係一個定律話棍波一定慳油過自動波。我就反而覺得重要嘅係大家應該識得點樣去運用你嘅車嘅波箱。哎呀死啦！我真係要檢討下自己先啦，因為個答案咧係啱嘅，即係如果個轉數太高咧，對個冷氣咧真係唔係咁好嘅。但係背後嘅原因唔係好似大家想象中咁樣，哇！我轉數高咗，個泵轉行咗，咁啊個壓力高咗，會唔會整壞個冷氣系統啊？係咪咁咧？有可能係咁，但係呢個可能咧只係佔一小部分嘅啫。譬如你家話係幾十年前嘅車，冇任何保險設施，咁咧你將個轉數拉得太高。咁個高壓部分嗰個管道嘅雪種壓力太高咧，係真係可能會破壞一啲嘢。但係其實而家近呢20年嘅車咧，基本上都有2個系統嘅。第一就係佢有個壓力掣啦，喺個高壓嗰度有個壓力感應掣嘅。太高嘅話，佢根本就 cut 咗你個泵。第二，雪種壓力太高咧，其實佢有一個泄壓閥嘅 pressure relief valve 嘅。如果你唔覺意入雪種入得太多咧，有啲時候你一踩有啲雪種彈出嚟咧，就係嗰個 valve 工作。所以話高壓嘅管道，因為你轉速太高而超負荷呢樣嘢咧，今時今日車係比較少出現。甚至乎第三咧就係，尤其是而家嗰啲冚唪唥行電腦啊、電子 throttle 嗰啲車咧，其實佢個電腦 ECU 咧係同個冷氣個控制咧係有溝通嘅。如果你全力俾油咧，個轉數未上啫，嗰邊都會叫你 cut 咗個泵㗎啦。咁所以你話係咪因為壓力太高而令到個冷氣係會壞咧？其實呢個以前係，今時今日唔係嘅。但係今時今日我哋仍然係唔想喺太高轉速嘅情況之下着住個冷氣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你轉得快咧，凡係有機械接觸嘅零件咧，你嗰個轉速太高都係唔係咁好啊？嗰啲 bearing 啦，如果係用活塞泵，個摩擦力會更加大啦。呢啲轉速太高咧，都係唔係咁理想。但係最重要一個原因，轉速高整壞個泵咧，可能大家想像唔到啊。係因為如果你雪種唔夠咧，就會特別容易壞嘅。點解會咁咧？因為你雪種唔夠，你個轉速又非常之高嘅時候咧，高壓嗰邊壓力固然係升高啦，但係低壓嗰邊咧
係變咗冇嘢翻嚟。咁冇嘢翻嚟嘅話咧，我哋知道雪種裏邊咧係有啲油嘅。嗰啲雪種油咧，對於成個系統裏邊嘅機械部分嘅潤滑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如果你下游部分、低壓部分係冇嘢翻嚟，冚唪唥谷晒，高壓嗰部分未翻得切嘅話咧，咁就會有一段短時間係嗰啲泵裏邊嘅零件咧係得唔到潤滑咧，而造成傷害嘅。當然啦，你可能會話：喂，而家我哋啲叻嘅設備咧，嗰個低壓部分都有個感應掣嘅，如果壓力太低咧，佢都會 cut 泵。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咧就好先進嘅車，有晒各樣保護系統咧，深踩油門等個轉數高咧，其實好多都會同佢熄咗個泵。咁但係因為你唔知自己架車有冇呢啲系統啊嘛，高壓嗰邊多數都有啦，低壓有冇咧？如果係咁嘅話咧，我會建議就係、如果你打算嚟緊呢段路我好好享受一下㗎啦，整個7、8千轉 keep 住10分8分鐘嘅，咁就不妨熄咗個冷氣先啦，減少個風險啊嘛。嗱，我哋今集咧好快咁樣咧講咗4條大家都經常關心嘅問題啊。如果喜歡呢條片嘅話咧，多啲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大家亦都可以用 Super Thanks 或者加入會員嚟到支持我哋㗎。咁下一集咧，我只會講一個話題，就係撈低咗個車，究竟係咪真係好彎啲嘅咧？係咪真係好玩啲嘅咧？我以前講過，有時候撈低咗個車，仲會 roll 多咗喎，究竟點解啊？咁下一集咧，詳細同大家講解呢個 roll 同埋撈低嘅關係。